澳門大學於8月20日舉行2015-2016學年開學典禮，澳大校長趙偉勉勵新生須學會友愛，凡事言而有信，謹遵校訓，仁義禮智信，做到愛國愛澳愛澳大。University is a place not only going to learn new knowledge, but also for you to learn how to work each other. So I hope you can appreciate, understand, and learn how to be a human being who can keep his own words. 開學禮亦邀請咗校友鐘楚林分享佢喺母校嘅學習生涯。4年嘅大學時光，我自己係喺中西嘅文學之下薰陶，但係同樣地，學社嘅生活、音樂學會嘅生活、學校嘅支持同埋自由嘅鼓勵，其實係為我嘅創業同埋實踐打下咗非常之好嘅基礎。為咗俾新生熟悉校園生活，澳大喺過去1星期陸續舉辦咗一系列嘅迎新活動，包括書院入宿迎新、學院簡介、新生說明會、校園導覽等。學長啊，或者啲 RART 佢哋其實都十分友善啦，同埋學院或者學校都搞咗好多迎新嘅活動啦，啲講解會或者一啲ice breaking 嘅遊戲咁樣，其實都話可以令到我哋好迅速咁樣可以認識到身邊嘅人，同埋去理解多啲關於我哋選科啊或者呢間學校嘅一啲資料咁樣。咁就覺得環境好舒服啦，又學到好多嘢，識到好多朋友，啲人都好友善。以前係好少有住宿式嘅機會，即係大家可能做完一個活動就各自翻屋企，未必識。但係而家可以大家一齊喺書院入邊，大家可以互相交流下。校園記者蔡漢斌、金曉君報導。